21 Exponential Functions and Logarithmic Functions Question 1。喺呢條題目當中，我哋要由圖中所示揾出 x 同 y 之間嘅關係。由於我哋睇到係一個線性關係，所以我哋就可以聯想起用 y 等於 mx 連起。但係當中嘅唔係 y 而係 log 2y，x 亦都要將佢變成 log 2x，所以我哋可以得出 log 2y 等於4 over 3 log 2x 加4呢個關係。我哋就可以免除份數嘅麻煩啦。跟住我哋再用 log properties 化簡，得出 log 2y 3次方等於 log 2x 4次方加 log 2嘅12次方，最後用到 log AB 等於 log A 加 log B 嘅特性，就可以得出 log 2y 3次方等於 log 2嘅12次方 x 4次方。由於大家都係 log 2 base， 所以最後 y 3次就會等於4096x 4次方啦。